會有香港壓力應援第二季公民意識14集城市漫遊人。我哋圍爐不論有心抑或無意咁嘗試搭建公民網絡。我喺呢度嘅分享並非最合適嘅話題，因為我只想大家留意某啲取態同方向上面嘅細節。畢竟呢一季講嘅係公民意識而已。圍爐不論係幾個家長閒談，抑或組織某啲活動或者聚會，最好能夠提供時間俾參與者平等咁交談對話。對話 dialogue 唔單止係問與答，更加要留意係對話過程中探索自身嘅自我形象。所以最理想嘅情況係喺對話之前，俾大家少少時間將自己嘅經驗用自己嘅方式簡單咁書寫出嚟。好似話香港成長過嚟最感恩同最委屈嘅經驗。對話交流過程中，我哋當然會聽到其他參與者嘅經驗同意見。最考人嘅係通過別人嘅表述，首要並唔係着意於點樣回應人家，而係我哋能唔能夠更深入咁將人家嘅故事同自己生活經驗對照，了解自身經驗有乜唔同或者特別嘅地方。整個過程由具體嘅故事內化到自我認識，由可見可觸摸嘅層面深入到抽象同非感知嘅層面。簡單咁講，我嘅故事與及人家嘅故事交流對照之後，好似回力鏢咁樣回轉過嚟，更深入咁樣理解自我。根據加達馬嘅詮釋學，呢種反省有個好 fancy 嘅名，叫神秘思性嘅回轉。乜嘢係神秘思性嘅回轉呢？讓我慢慢解釋一下。之前介紹過法國人類學家莫斯喺佢一篇名為《人理智中的類別：自我的意念》呢篇文章裏邊，探索個人類別嘅歷史進程。由簡單社群就會用名叫人歸屬於某一家族、某一群體，甚至有啲宗教性嘅就係宇宙嘅秩序。以至到西方近代社會就提出咗一種自我形象。一般嚟講，西方現代出現咗一種獨立自主、內斂同埋比較進步嘅自我形象啊。喺呢種西方現代嘅自我觀，宗教性嘅個人類別被個體 individual 同個人獨斷嘅自我觀所取代。值得留意係讀書嗰陣同黑格爾係室友嘅哲學家謝林喺19世紀已經提示，現代人被塑造為獨立個體，但係個體自由反而為極權主義打開門路。同古代封建帝制不一樣，現代極權國家以意識形態同權力操控人，反而脫離咗宗教或者類宗教嘅義理同埋人倫關係呢啲基礎。以2012年為分水嶺，某強國之前動輒就告你反革命嘅意識形態罪。奇怪係12年之後，再冇人被告反革命啦，只剩翻危害國家安全罪，就係威脅國家權力。兩者都係極權最好嘅表徵啊！自不待言，要抗衡極權，係咪要喺個體化嘅進程上面反省一下呢？點解某強國會喺12年出現由意識形態轉移到國家權力為主調嘅極權呢？余見認為12年左右，某強國就啱啱開始由屬人、半屬人嘅社會轉化成為咗陌生人為主調嘅城市化社會啦。城市就係陌生人嘅社會。我最推崇嘅思想家本雅明就喺二戰期間逃亡到巴黎，展開佢未能完成嘅回廊商場計劃 The Arcades Project。主題就係揚升城市人嘅無意識。對無意識嘅研究，原因本雅明同巴黎超現實主義者結交。超現實主義 Surrealism 指嘅絕對唔係虛幻世界，而係要揾翻比一般人所見以為係現實世界而更加現實嘅事實真相，即係城市人好多時無意識到嘅真相。正正因此就出現咗城市漫遊人 Flaneur 之説啦。由於某殖民地大學堂一啲精英嘅睇法，香港民言有個傳說認為本雅明本人就係城市漫遊人，
對城市漫遊人一面倒咁作出正面嘅評價。我有責任糾正，喺本雅明為回廊商場計劃編寫嘅大綱，查理波德萊爾資本主義盛行時代嘅抒情詩人嗰本嘅書裏邊，有專章寫到 Fenner 城市漫遊人，裏面主要引述幾個作者，既有波德萊爾啦，同埋偵探小說嘅先鋒可倫坡。重點係第三個人物雨果。有時間睇晒全章嘅話，你會明白本雅明點解會引用雨果，就唔會搞錯乜嘢係城市漫遊人啦。因為同公民意識有關，容讓我喺度引述全章最後一句。按我嘅翻譯，本雅明咁樣寫：雨果以 citoyen 身份置放置身於群眾之中，波德萊爾以英雄身份跟群眾抽離。英譯本保留咗嗰個法文名詞，我啲法文一隻手可以數得晒。查字典 citoyen 即係英文嘅 citizen 公民啊。言歸正傳。城市漫遊人種種形態或者各類型框架，將城市人圈劃同困囿喺無意識裏邊，叫佢哋冇法子成為公民。余堅認為呢啲形態同框架對我哋交流經驗、建立公民網絡而進行對話、反省個體自由同自我觀等非常重要，更可能從中發掘到對抗極權以意識形態同權力操控人嘅利器啊！沉氣講多次，19世紀巴黎同倫敦已經係大城市，原生香港人都係城市中成長過嚟嘅，陌生人聚居嘅地方就係城市啦。陌生人之間嘅關係又會點樣架設出嚟嘅呢？19世紀巴黎開始對人嘅面相發生興趣，主要猜度某種面相所屬嘅職業類型。上季提過，今日已經進化到以心理測驗去推斷人嘅職業，好似適合不同職業嘅9類型人格啊。究竟要唔同類型嘅人格適應現存嘅職途，抑或職業要配合個人嘅性格特質呢？呢種主客之別通常都以職業類型為主體，城市人只不過係被動嘅客體，標示住以貌取人咁深層次嘅無意識咯。則言之，城市漫遊人傾向以職業睇返自身嘅性格同潛能，形成人與人之間不平等同欠缺尊重嘅基礎啦。上面講過個體 individual 係城市漫遊人另一特色，同時又係規限我哋嘅無意識。城市嘅功能運作同效率依賴城市人分工合作。以香港人為例，我哋更加受到相近嘅生活方式同潮流推動，又反過嚟強調個人自由，係咪光天化日見鬼呢？上集已經討論過點樣喺日常瑣事裏邊揾翻同人結連嘅愛心，在此不好説啦。城市漫遊人另一無意識係喺熙攘嘅人群裏面尋找叫人驚豔嘅性感同色慾。波德萊爾就係故中嘅表表者啦。佢喺人群中追求刺激 get high， 或者城市生活太過機械同苦悶，而群眾對波德萊爾嚟講充滿咗未知之數，滿足佢嘅好奇心，但係只限於滿足佢自身嘅慾望同自尊，唔會為群眾着想嘅。另一無意識就係將私人生活無限擴大。例如在外港人考慮到在港親友同自身回港嘅機會，自我審查，目的並唔係要團結更多同路人，反而為咗保障自身私生活嘅自由。事實，我哋嘅生活無論在港抑或在外，都劃一地受到威脅。如果唔係，又使乜自我審查呢？原生香港人，無論你喺邊度，私生活都被標準化或者通俗化咁監控住，就好似地址被標準化一樣。既然私生活已經被監控，為乜不以私生活通過對話，以關係網絡抗衡極權呢？最後，我哋都中意講身份認同，而 identity 又係城市漫遊人另一無意識，必須揚升同埋突破。前人用簽名同埋印章等標示自身身份。現代社會開始用相片、指模
同人面識別等辨別身份，呢啲都係人表面嘅特徵，比較少以人嘅言論同行為嚟到辨識個人，除非你參選同擔任某啲官職啊。當然，而家會用你上網嘅言論，由按 like 轉發到出 post，決定你有冇觸犯國安或者俾唔俾簽證你入境。但係都限於言論方面，至於行為方面，其實更加能夠深入咁樣表達你個人嘅特質。所以行動同行為方面嘅認同，增進彼此認識，分辨人鬼之別之餘，亦都係反抗極權不可或缺嘅。認識到無意識地規限我哋生活經驗嘅框架之後，好似回力鏢咁樣睇返自身嘅形象，讓我哋可以衝破城市漫遊人嘅限制，海闊天空咁為參與原生香港公民打開大道。榮歸香港，再聚。